手把手祷告手。这里是哪里呢？这里是圣经学院的 JS Cafe 耶稣的简餐店。这里很漂亮，以前不是这样的。对，我们经过一番热烈的讨论，最后决定好好的来改善这个空间，欢迎更多弟兄姐妹来到这里，享受耶稣的爱。我喜欢这里，是因为这里有我喜欢的咖啡。我们可以在这里喝咖啡，聊心扉啊，绝对不要聊是非呀哈。因为我们人生总是有很多时候，我们真的很想要找一个藏身之处，而那里呢，真的是可以成为我们的帮助哈。那里是我们的乐歌，求神来帮助我们。我自己就常常在很苦闷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喝那个苦的，非常苦的，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喝的 espresso， 很浓的。喝下去就觉得，在苦的当中，有神的喜乐在我里面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一起分享一件事。今天你经历很苦，但是扣干吗？感谢神。那你有没有一个要代祷的事情？说明天可能有一点苦哦，很不想去面对的事，来代祷的事情有吗？我们今天就来分享，在家里面我们一起同苦同欢的啦。所以我们这个时间叫做台语的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